农历春节进前，虽然当着家己的大地当，造成台南玉井、南西部分的厝有受损，但好佳在台南市民拢平安。离9天的春节连假，台南各大商圈甲着景点的人潮一点仔嘛无受影响。其中观光人潮的高峰，落伫咧初一到初四，以着寺庙的祈福、老街商圈，甲着美食上佳济。透过这个统计的这个82个景点，已经连续3年包括今年也都破1000万了这个维持台南一贯的这个服务水准。国华海岸商圈79万人次，那这个安平老街今年是58万人次那南纺购物中心是40万人次这是用大数据来做的这个数字的统计。那这个类型赶快这个全国都一模一样，这个庙宇祈福的一定是最高，因为初二、初一，我这大家都要去求桃香嘛所以这个人数是以这个庙宇祈福560万人次最多。这个老街商圈今年要起来，因为国华商圈今年嘛要升所以今年要到这个第2名是280万人次，然后第3名是这个博物馆，还有一些户外的景点然后第4名是因为我们今年有空山祭跟这个盐水灯节都有启动所以这是列为第4名的这个有这个人数的这个排名给大家一起参考。台南市观光旅游局长林光华表示，台南春节的假期旅游人次除了连续3天突破1000万人次，另外伫咧旅宿的带用率嘛将近9成。除了属台北市，全台会用排名第2。除了春节的假期以外，接续还有元宵的风炮、灯节等，希望台南的观光热潮会用来持续延烧。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